喉管升級版由3節組成，可以作8孔，也可變9孔，還可以左手，也可以右手，一支管就可搞定。8孔，而家8孔，咁8孔我可以把佢變成9孔，咁噶啦，睇下加上嗰條8孔變成9孔，後尾個段，就可以變成9孔啦，可以變成9孔啦。9孔，又可以做9孔，又可以做8孔。咁你又可以做左手、右手。你要使左手，你就把嗰段擰過嗰邊，變成左手啦。左手個下面啦。咁你要右手，你就把佢擰過嗰邊，右手就下面啦。就係咁使啦。咁你就一支管就搞掂。你想吹咪你就係一支管，就冇使像以前咁嘅。要注意我要左手喎，或者我要右手喎，就冇規定啦。只要你有個支管，咁你想從乜嘢使就乜嘢使，要8孔就使8孔，要9孔就9孔，一支管搞掂。